换来看这个郭文泰本人，是毋是早就知影政治现金的申报有问题咧？郭文泰早起面对着质疑，嘛讲袂清楚，敢若一直重复讲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。 透早出门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天又个记者约来问，因为听讲，包括伊在内黄珊珊，甚至财务长李文忠兄妹啊，早就知影小目有问题。这种细节我不知道，监察员不知道。 民众党头一场定请记者会，916万这个争议的款项，其中一份报告直接就公布，小目有过路的有2000几万。依照周刊的报道，监察院开迄个时，就发现收支有过路，进一步要求民众党爱保证，而且会当看到类似这款申报系统权限，干那4个人，除了端木正等人以外，权限上悬的，会使登录甲查册的，就是郭文天。 柯文哲第一时间出来告诉我们开了记者会，就是定调他是落差2000万，跟现在监察院媒体报道的2000万是一致的，代表柯文哲早就知道有落差2000万这一件事情。 另外，依照周刊的报道，民众党政治现金申报系统去年12月20日，互人虚报支出216万，就是由端木正伫今年6月29登入移动。有关年号实录是由单位选所输入的奇怪是，这2人伫系统输入的时间，拢是伫监察院申报截止以后。再加上网红大马老司机朱辉勇讲啊，第一天做志工就知讲这早晚会出代志。 进前导致的幕后工作人员一直竞选总部伫点会所的志工，更加被通知讲，幕后的产品唔通甲倒卖，甚至所有政治现金拢是由幕后的工作人员伫接手甲处理。列出9点的质疑，是安怎政党会当经营党营事业？对着相关的争议，民众党暂时无回应。小报风波恐惊短时间内未结束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